大家有冇試過呢種感覺？明明先啱啱食飽飯冇耐，2個鐘頭之後個肚又開始咕嚕咕嚕叫，好似頭先餐飯食咗落去黑洞度咁。又或者下晝2、3點開客會做客嘢，個人突然之間好似被抽乾晒啲精力咁，個腦一片空白，俗稱飯氣攻心。如果呢啲情況對你嚟講係家常便飯，好可能你嘅身體已經不知不覺間陷入咗一個隱形嘅健康風暴。血糖暴衝 （glucose spikes）。今日我想同大家拆解一本喺國際上好轟動，幫好多人揀飯、精神同健康嘅書。中文版叫《控糖革命》。簡單嚟講，血糖就係葡萄糖，係我哋身體運作最主要嘅燃料，好似架車要行要走就要入油一樣。好多人一聽到血糖2個字，直覺就覺得呢啲係阿爸阿媽或者糖尿病患者先要理嘅嘢啫。我年紀輕輕，無病無痛，關我咩事？錯啦！呢本書嘅作者 Jesse Introspes 係一位生物化學家，佢喺科學研究同親身實驗中發現，我哋日常90%嘅疲倦、無端端情緒低落、瘋狂想食甜品，甚至皮膚變差、提早衰老，背後嘅核心元兇，全部都指向呢個血糖暴衝。我哋食嘅食物，特別係澱粉質同糖分，入到體內就會被轉化成葡萄糖，流進血液，再由胰島素帶入去我哋體內嘅能量工廠線粒體 mitochondria 轉化成能量。聽落好完美，對不對？但問題就出喺我哋現代人嘅飲食習慣。現代嘅食物太精緻，太多添加糖。當你一餐入面吞咗大量嘅白飯、麵包、汽水或者蛋糕，呢啲葡萄糖就會好似排山倒海咁，突然之間湧入你嘅血管。想像下，如果有一日工廠嘅運輸車突然之間送咗平時10倍嘅原材料過嚟，塞爆晒成個門口，會發生咩事？工廠實會大混亂，癱瘓晒。你細胞入面嘅線粒體都係一樣。當佢哋被過量嘅葡萄糖塞爆，佢哋就冇辦法正常產出能量，反而會進入一種過載狀態。結果就係你雖然食咗好多嘢，但身體反而因為線粒體罷工而覺得極度疲倦。呢個就係點解你食完一頓豐富嘅午餐之後，反而想即刻瞓覺嘅原因。更恐怖嘅係，線粒體喺過載嘅時候，會釋放出一種叫自由基 （free radicals） 嘅破壞分子。呢啲自由基好似一班周圍搞破壞嘅古惑仔，喺你身體裏面周圍撞，周圍破壞你嘅細胞。當你每日1日3餐都引發血糖暴衝，自由基多到身體頂唔順嘅時候，你嘅身體就會陷入一種叫氧化壓力 （oxidative stress） 嘅慢性發炎狀態。唔止咁樣，血糖暴衝仲會啟動另一個令所有愛美人士、注重健康人士都聞風喪膽嘅程序——糖化 glycation。咩叫糖化？講得白啲，畫面化啲，糖化就係葡萄糖喺你身體裏面將你嘅內臟同血管慢慢煮熟變糖嘅過程，好似你燒烤、整焦糖燉蛋或者煎牛扒，見到表面變金黃色咁。當血管裏面有太多自由浮動嘅葡萄糖，佢哋就會黐住身體嘅蛋白質同脂肪，形成一種叫做糖化終產物 （AGEs） 嘅壞物質。科學界已經證實，糖化係人類衰老、器官功能退化最核心嘅原因。呢個過程係不可逆轉㗎，一旦細胞被糖化，佢就永遠受損。而血糖暴衝就係對住呢個衰老嘅火堆狂加柴油。除咗變老、發炎之外，大家最關心嘅身形問題都同血糖暴衝息息相關。頭先提到，當血糖升得太高，我哋嘅胰臟就會好緊張，即刻分泌大量嘅胰島素。胰島素嘅工作就係要將血管裡面多出嚟嘅葡萄糖搬走。佢首先會將一部分轉化成肝糖，儲存在肝臟同肌肉度，留返你做運動或者需要爆發力嘅時候用。但問題係肝臟同肌肉嘅儲存空間好有限。當你餐餐都血糖暴衝，呢2個倉庫好快就塞滿晒，剩低落嚟源源不絕嘅葡萄糖可以去邊度？胰島素冇辦法，唯有將佢哋全部塞入去脂肪細胞度。而且如果你食嘅食物裡面含有果糖，例如汽水、甜品或者大量過甜嘅生果，情況會更糟糕。因為人體細胞冇辦法直接將果糖轉化成能量，
果糖入到身體，唯一的出路就是直接被肝臟轉化成脂肪。久而久之，你嘅脂肪細胞越撐越大，你就越來越肥。更致命嘅惡性循環係，當胰島素長期要維持喺高水平嚟搬運糖分，你嘅細胞就會開始頂佢唔順，產生胰島素阻抗。意思即係細胞對胰島素變得麻木，以後胰臟要分泌更多、更大量嘅胰島素，先至搬到同等份量嘅血糖。去到最後，成個儲存系統徹底崩潰，血糖長期降唔落去，呢個就係二型糖尿病嘅由來。世界衛生組織同各大醫學機構都指出，由二型糖尿病引發嘅視網膜病變、神經受損、腎病，以至因為血管被膽固醇同糖化物質塞爆而引發嘅心臟病、中風，甚至連癌症同阿茲海默症、老人痴呆症，源頭往往都係來自呢個長年累月被我哋忽視嘅血糖暴衝。聽到呢度，你可能會覺得死啦，通街都係澱粉質同糖，唔通我一世都要過住苦行僧咁嘅生活，咩都唔食得？呢本書最精彩、最貼地嘅地方就喺度。作者 Jessie 話：你唔需要放棄你中意食嘅嘢，你甚至唔需要刻意減餐，你只需要改變食嘅方法。只要掌握以下4個經科學證實嘅原創飲食策略，你就可以神不知不覺間平息呢場血糖風暴。策略1：調整進食順序，纖維行先。第一個，亦係成本最低但效果最震撼嘅方法，就係改變你每一餐送嚿肉、送啖飯入啖口嘅順序。正確嘅極致控糖進食順序係：1. 先食纖維、蔬菜、沙律；2. 再食蛋白質同脂肪，肉類、魚、蛋、豆腐、芝士；3. 最後先食澱粉質同糖分，飯、麵、麵包、甜品。科學家做過臨床研究，發現單係將進食順序改成咁，控糖嘅效果竟然同醫生開嘅糖尿病藥物差唔多。到底背後有咩玄機？關鍵在於纖維會喺你嘅腸胃裡面築起一道隱形防護牆。當你餐前先食蔬菜，纖維入到胃同小腸，首先會減慢澱粉酶呢種消化酵素嘅活性，令之後進食嘅澱粉質轉化成葡萄糖嘅速度變慢。第二，纖維會形成一種啫喱狀嘅物質，減慢胃部排空嘅速度。最重要嘅係，纖維會喺小腸壁上形成一層滲透性較低嘅過濾網。咁樣，當你最後食澱粉質同糖嘅時候，那些葡萄糖去到小腸就唔能夠暢通無阻，一窩蜂咁衝進血管。佢哋被逼要好似排隊過關咁，慢慢逐少咁釋放進血液。反映喺數據上，你嘅血糖曲線就會由一個驚心動魄嘅過山車尖峰，變成一個平緩、安全嘅小山丘。所以下次去茶餐廳食飯，唔好一夾就夾膽飯，先食碟菜，再食塊扒，最後先食飯，就係咁簡單。策略2：千祈唔好單獨食碳水化合物。好多人下晝3、4點肚子餓，或者想提神，會隨手拎個蘋果，食塊梳打餅，或者食碗糖水。作者警告，單獨進食碳水化合物，等同於對血管進行無防備嘅葡萄糖轟炸。因為當你個胃空空如也，澱粉同糖入到去，冇任何嘢阻擋，會以最快速度被吸收，造成血糖暴衝。如果你真係好想食碳水或者甜品，點辦？答案係幫佢哋個保鏢，配搭蛋白質或脂肪一齊食。例如你想食個蘋果，唔好單獨食，沾1湯匙無添加嘅花生醬或者杏仁醬一齊食。花生醬入面嘅脂肪同蛋白質可以幫手拉慢蘋果裡面果糖同葡萄糖嘅吸收速度。想食件蛋糕，安排喺食完正餐，肚入面已經有肉有菜嘅時候當甜品食，絕對好過你喺下晝3點空肚，單獨吞一件落肚。策略3：早餐一定要食鹹定食。我哋由細到大被灌輸嘅觀念都係早餐要食得豐富，但現代人嘅早餐往往係菠蘿包、果醬、多士、粟米片、腸粉，配一杯加咗糖嘅奶茶或者橙汁。作者指出，早餐係你全日最脆弱、最容易引發血糖暴衝嘅時刻。
你身體經過咗一整晚大約8段時間嘅斷食，小腸正處於一個極度飢餓、吸收力爆棚嘅狀態。你第一啖送入去嘅嘢會被身體以雷霆萬鈞之勢100%吸收。如果你用高碳水、高糖嘅食物去開展你嘅一天，你嘅血糖喺朝早8點就會出現全日第一個巨大補充，隨之而來嘅就係朝早10:0、11點嘅血糖大崩潰 （glucose crash）。當血糖插水式跌落去嘅時候，你嘅大腦會發出強烈嘅飢餓信號，令你瘋狂渴望高熱量、高糖分嘅食物。結果你中午又迫不得已食得更重口味，全日嘅血糖曲線就變成一條瘋狂嘅過山車。你個人亦會成日處於浮躁、疲倦、無精神嘅狀態。要扭轉呢個局面，秘訣就係將早餐改成鹹食 （savory breakfast）。早餐嘅核心應該係優質蛋白質同脂肪，例如雞蛋、牛油果、三文魚、雞胸肉，配搭少少蔬菜。當你朝早提供穩定、緩慢釋放嘅能量俾身體，你全日嘅血糖就會奠定一個平穩嘅基調。你會發現自己下晝冇咁容易肚餓，更唔會無端端想瘋狂旺零食。策略4：飯後步行或輕量運動。第4個策略同你食完飯之後做啲咩有關。好多人食飽飯最中意做嘅嘢就係攤喺梳化度睇電視，或者即刻坐返喺辦公桌前埋頭苦幹。作者 Jessie 提出一個好簡單嘅原創反轉方法：食完飯之後屈下你嘅肌肉，唔需要你換衫去跑馬拉松，亦唔需要你做激烈嘅重訓，單係食完飯之後去散步10分鐘，或者喺屋企洗客碗、抹客地，甚至站立一陣間，效果已經非常顯著。背後嘅生物學原理係，當你嘅肌肉喺度收縮運作嘅時候，它需要消耗一種叫做 ATP 的能量分子，而製造 ATP 最快最直接嘅原材料就係血液裡面嘅葡萄糖。當你食完飯，血糖開始上升，準備要補充嘅時候，你突然去散步，你全身上下嘅肌肉就會化身成一隻隻吸糖小怪獸。佢哋會直接將血管裡面多餘嘅葡萄糖吸走，拿去燒掉。咁樣原本應該要由胰島素辛辛苦苦搬去脂肪細胞儲存嘅血糖，喺佢哋未變成脂肪、未造成血管糖化之前，就已經被你散步嗰10分鐘消耗埋。所以啦，唔好再成日一食飽飯就變身做熱帶魚，縮喺度，起碼行返10分鐘，你會發現下晝個人精神好多，連肚腩肉都有夠。講到呢度，我相信好多人都會話：好，飲食順序我明啦，少食精緻澱粉我都明，我健康啲，唔食零食，改為食水果或者用代糖，咁總冇問題啦嘛。作者 Jessie 喺控制糖革命裏面特別原創地撕開咗呢2個大家以為好健康嘅偽健康面具。首先我哋嚟講下水果。大眾一向覺得水果係天然、健康、有維他命，多食無妨。但作者由生物化學嘅角度話俾我哋知，現代人喺超市買到嘅水果，本質上已經唔係幾百年前大自然裡面嘅天然水果，而係經過人類長年累月農業育種、基因改良出嚟嘅超級甜品。大自然原本嘅野生水果其實體積好細，纖維極多，味道偏酸。但人類為咗迎合口味，不斷將水果改良到越來越大隻、越來越多汁，最重要係越來越甜。水果入面含有大量嘅果糖 fructose。頭先提到果糖喺身體裏面係一個好陰險嘅存在，因為我哋全身嘅細胞，包括肌肉、大腦，都冇辦法直接利用果糖嚟做燃料。果糖一入到體內，會100%直接送去肝臟處理。當你以為食水果好健康，一口氣吞咗半個大西瓜，或者連食幾隻大芒果嘅時候，你嘅肝臟一瞬間就會被果糖塞爆，肝臟冇辦法，唯有即刻啟動脂肪製造程序，將呢啲果糖全部轉化成脂肪，直接囤積喺你嘅內臟周圍，變成內臟脂肪，甚至引發非酒精性脂肪肝。更衰嘅係，果糖唔會好似葡萄糖咁引發大腦釋放飽腹感嘅信號。人體裏面有一種荷爾蒙叫瘦素 leptin， 佢負責話俾你個腦知，老友食飽啦，停手啦，
但當你攝入大量果糖，引發胰島素長期處於高水平嘅時候，高胰島素會直接封鎖瘦素嘅信號。與此同時，負責肚餓嘅腦腸肽 ghrelin 就會變得異常活躍。呢個就係點解你食完一整盤水果沙律，非但唔覺得飽，反而過咗2個鐘之後，瘋狂想淌芝士漢堡或者炸雞食嘅底層原因，因為你嘅大腦被果糖欺騙咗，以為自己仲處於飢餓狀態。所以水果唔係唔食得，但千萬唔好當飯食，更加唔好打成果汁飲，因為打成果汁會將最寶貴可以阻擋糖分吸收嘅纖維徹底破壞，等同於直接灌一樽果糖濃縮液落肚。另一個大迷思就係代糖或者無糖嘢食。市面上好多寫住無糖、零卡路里嘅汽水或者零食，用咗甜味劑，好多人覺得正啦，又有甜味，又無卡路里。仲唔係控糖實物？作者指出，呢個係現代飲食工業最大嘅謊言之一。雖然代糖本身可能唔會直接增加血液裡面嘅葡萄糖濃度，但佢依然有本事引發健康危機。當你條脷調味蕾接觸到代糖嘅甜味時，佢會即刻向大腦發出信號，注意有甜嘢食入緊嚟啦。大腦收到信號，就會條件反射咁命令胰臟先預先分泌胰島素，準備去搬糖。結果呢，等咗一陣，身體發現原來入嚟嘅係代糖，根本冇葡萄糖入過血管。但此時血液中被預先分泌出嚟嘅胰島素就會將你原本血管裡面正常嘅血糖搬走，導致你出現短暫嘅低血糖插水。血糖一低，你嘅大腦又會再次崩潰，發出強烈嘅飢餓信號，驅使你去真正嘅高糖、高熱量食物嚟補充。換句話說，食代糖雖然表面上無吸收卡路里，但它在心理同生理上都喺度放大緊你對真正糖分嘅渴望，令你喺下一餐食得更多。最後 Jessie 喺書中介紹咗一個聽落好神奇，但背後有非常嚴謹生化科學支持嘅控糖大絕招：飯前飲1湯匙醋。佢甚至將呢個方法稱為控糖神仙水。玩法好簡單，喺你準備食一餐大餐或者食一件好想食嘅蛋糕之前20分鐘，用一杯水稀釋1湯匙嘅醋，無論係蘋果醋、黑醋、白醋都得，然後飲落肚。科學研究發現，單係呢個動作就可以將你隨後那餐飯引發嘅血糖補充直接削減高達30%，同時仲可以提升身體對胰島素嘅敏感度。呢個到底係咪魔術？唔係，呢個係純粹嘅化學反應。醋裡面最核心嘅成分叫醋酸 （acetic acid）。醋酸入到你嘅消化系統之後，會做2件對控糖極之有利嘅事。第一，佢會暫時封印你唾液同小腸裡面嘅 alpha 澱粉酶 alpha amylase。呢種酶嘅工作係負責將你食落肚嘅澱粉質，例如白飯、麵剪碎，轉化成葡萄糖。當醋酸令呢種酶暫時罷工嘅時候，你食進去嘅澱粉質就冇辦法咁快被拆解，身體吸收葡萄糖嘅速度自然大幅拉慢。第二，醋酸進入肌肉細胞之後，會向線粒體發出信號，命令肌肉加快將血液中嘅葡萄糖轉化成肝糖儲存，即係話一邊幫你減慢糖分進口嘅速度，另一邊幫你開大個排水口，加速搬走血糖。雙管齊下，你隨後食嘅那碗飯就唔再具備破壞力。如果你話，哎呀，我出街食飯好難隨身帶支醋沖水飲啊嘛，好尷尬啫。唔緊要，作者話只要係酸性嘅嘢都有類似嘅控糖效果。例如你去西餐廳食飯，喺餐前沙律度落多啲意大利油醋汁，或者食海鮮食肉嘅時候，狠狠咁榨半個檸檬汁落去。lemon 汁裡面嘅檸檬酸雖然化學結構同醋酸唔同，但同樣可以起到降低胃部脾氣食、減慢胃排空同抑制消化酶嘅作用。所以善用酸味係現代人在外飲食最強大嘅防身武器。好啦，講咗咁多，我哋一齊嚟總結一下。呢本《控制糖革命》帶俾我哋最震撼嘅觀念轉變，就係健康同減肥從來都唔係一場要同自己意志力瘋狂搏鬥、折磨自己嘅苦行，
你每日覺得攰，覺得控制唔到自己對甜食嘅慾望，唔係因為你意志力薄弱，而係你體內嘅血糖過山車喺度操控緊你嘅荷爾蒙同大腦。你不需要同你嘅身體做對，你只需要學識佢嘅運作規則。由今日開始，試下試行呢一套原創嘅控糖革命。一、食飯時菜行先，肉第二，飯最後。二、下晝想食水果或零食，配幾粒堅果或者一匙花生醬。三、聽朝開始將麵包、果汁換成雞蛋、牛油果。四、食飽飯起立行10分鐘，或者去洗個碗。五、大餐前飲杯稀釋咗嘅蘋果醋。只要你開始平息血管裡面嘅血糖暴衝，你會發現你嘅精神會好到前所未有。下晝唔再飯氣攻心，皮膚會變好，甚至連體重都會自然而然咁回落。拿回身體掌控權嘅秘密，其實就藏喺你每一餐嘅進食細節裡面。希望今日呢條片幫到大家。如果你覺得實用，記得幫我點讚，分享俾身邊嗰個一食飽飯就話條腰好軟，想即刻瞓覺嘅朋友。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